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翁送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今日要甲恁讲的时势，就讲天气遮尔热，大家唔通着沙。哎，是你讲你哦。对啊，啊你穿长袖。我就穿长袖，所以我嘛才闭手位啊，才会较通风啦。水分爱有够啦。哎，水分都无够啊，咱会流汗嘛。流汗啊，水分无够，就人就会着沙。像前2天啊无，一个阿伯啊，咧做田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转来去。 死伫遐田地，田中，哎呦，真热，36、37度，脱水啦，阿伯啊吼，70几岁啊，像我讲的，迄70几岁，搁伫咧田里做园吼，做园啦，做田是真无意思。啊，这少年啊，大家拢无甲斗做。啊，这边少年大家嘛出去都市啊，有影有影。刚老孙老啊，甲有气的尔。哎呦，真正一届阮丈人啊，做田，搁带阮的孙仔去啊。啊，阮的孙仔做到一半混入边啊。那个下了咧捡土豆，恁孙仔混入边啊了。真正啊，脱水啊。你安尼讲哦，我感觉敢若你去讲我咧。阮查某囝拢互阮丈人丈母带，阮丈母带到吼，啊骹拢无啥会行。伊个脊椎已经脱，变 L 型的。哎呦，哎呦，侧弯呢。无可能讲带阮囝就带到安尼啦，你家己为少年定做到老啦。好啦，不管安怎吼，接落来天气吼，咱就是尽量加啉一寡水，啊饮料较莫啉遐济咧，吼多喝开水。啊，即马就来看咱轻松佮趣味的得叫。来食。 谢谢，多谢哈，用到较食来才佚佗来才大嘿，感谢，再见，拜拜，苏强。嘿，姐，喂，我咧看这对吼，100%毋是安怎好。嘘，较细声咧，人家拄出门，咱去用听着。我嘛知影伊毋是安怎某，这查甫的吼，已经来咱这住几落摆安尼，啊，大家来拢娶无共的。要是哦，我拢愈娶愈水，愈娶愈落吼。 迄人个私生活啦，咱是共款啊，做要年啊，你嘛真趣味啊嘿！啊，你也管他人要娶下啊，要娶落还是要娶水啊，要娶歹，迄种人的代志，管得着。毋是啦，用嘛是咧用啊，加减看，加减啊做，尤其吼，我真怨道咧。你看我咧，逐工人咧出入，我拢爱双对，万年富贵咧做山葵，啊，干那我只咧穿大葵啊。哎，怪你家己啊，是啥甲你安尼病啊？你录着堂录袂着，哎呦，马姐，哦，我马姐来啊，姐啊，你带人过来啦。哦，感谢哦，感谢啦。啊，就我遐拢客满，啊，叉呢，啊，无都无，啊，就来你遮住。就是安尼嘛，食甲溢出，才能留到对咱遮来。哎，嘛是同款的啊，对吧？哦，多谢你呀。哇，这个装潢较水呢。哦，对。哎呀，其实住遮较好呢。对。安怎啦？而且这个头家嘛较缘投少年呢。你听到无？百岁，看到我纯粹热。不是，一个要讲缘投少年。敢若看到你敢若真好食呢。看看我纯粹热，哦，你嘛小拜托的，我是感觉伊三个爱去看眼科啦。安怎讲？搁这恁遮讲的平阮遐较水。对啊。哎，你唔通袂记，我遐搁有电梯呢，遮搁爱家己行爬楼梯的呢。你讲这设备较水啊？哎呀，真正目睭咧吐泪唔知呢。啊，你哪会讲伊较缘投啦？我同意啊。哎，我若讲第2名，伊唔敢讲第1名啦。开玩笑啦。到这个会先结束几下来，来登记一下。来，身份证小登记。身份证啦，是包头拢会使吼。人家咧讲吼，你安尼哦，有心安尼啊，人家来带来互阮哦，是足感谢你的啦。但是卖分你我，你的就是你的，
我的嘛是你的。讲得好听咧。对啊。讲且你讲哦，我嘛感觉想袂晓咧，是安怎你遐拢安尼人家吵住带到会溢出来？这有撇步。什么撇步？我心理就好，啊人摕济啊，袂付登记啊，所以拢无你甲因登记啊，所以我遐查甫查某偌济。安尼唔对了钱啊！人家会长毋是拢爱3交代4原律，叫咱一定爱安尼照规矩来，拢爱登记，毋知对恁安尼咁要违法去，你毋知？无毋对啦，爱登记啊，毋过就袂付登记啊，到尾我拢话无登记。啊有啦，但是我甲管区的有一个默契啦，我拢讲吼，确实若有安怎，我赶紧会甲报备安尼啦。哦，就是若有感觉的人哦，咧考疑，对，都紧通报案就。是啦。来，你休息吼，过两年，然后吼。哦，你再去吼。看到开检查再讲嘿。嘿啊，有需要做就敲电话来吼。哎，若要泡咖啡哦。对，哦啦，咖啡我才敢泡吼，然后我就送给你啊。吼。滚啊！我来去吼。滚啊！你有敢要用这帮泡咖啡？我讲咖啡拢要藏起来。你甲七了拢个泡咖啡诶。我食个这段时间看到早已经看到我流喙烂。哦，我吞喙烂呢。咱是去砸掉啦。这个好姐，我感觉真奇怪了。迄明明是3个做伙吼，开一间房间好啊，结果讲开到3间了。但这哪有什么意义啦？啊，阮遐就捌5个开5间咧。哦，啊，真奇怪呢。5个开5间，拢查某囡仔呢。搁较奇怪就是讲吼，竟然搁一间要求要2支锁匙。啊？2支锁匙？系啊，意思搁1支药，叫你。好。啊！我知影恁两个头壳人拢咧想啥。讲啦，你嘛真注意呢。之前人咧4个同事来住一间，吼，你著骂你姐讲含慢做生意啦。房间遐尼济间，是安怎4个人住一间？啊，即摆人一个3个，一人住一间，你也咧共管遐济哦？你是啊，住海边哦，管足宽。对对，咪你管我管，但我还有一个人甲我包规栋的，你袂记？这你小可好好无？讲艺术家你画画无？带又去某迄个。我来甲我包规栋，包规栋迄外臭屁，讲咱物件拢袂用甲用咧，连灶卡我嘛袂用甲用。迄我下讲我也袂用用啦，哈，外古锥的。我紧啦，咱这服务业的啦，啥无钱贵啦。啊对啦。伊应该是趁足济咧。趁济咧哦。我甲你讲哦，袂使搁做对不起我的代志哦。啊，若袂哦，我绝对袂帮你算。放心啦，绝对无后改。若是有够后改吼，我出门叫你讲拍死。好啦，天公伯啊，我即摆吼，卡剩一个尔啦。哈，还剩一个？剩你一个啦。心爱的。你敢知影你某？记错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歹势，恁交了无啦？用来处理这个先生的代志。你敢知恁某是住倒一间房间？唔知呢，听因朋友讲带一个查甫的来遮佚佗呢。啊，总袂使我逐间去人叩门去人交了吧？你还知影倒一间呢？唔知呢。简单啦，这我有经验啦，来，掠狗哦！哪会掠狗啊？是要去倒位啊？身材真好咧。警察大人啊，我一个人住，我无敢买查某住啦。这无彩哦。哪会安尼啊？这个月已经掠7届啊呢。哎呦，7届啊，听看卖啊咧哦。你敢有看清楚恁某是倒一个？无呢，有看到呢。现在哪会安尼啊？无可能遐水啦。这无生掠狗，根本是三温暖嘛。哦。讲啥？好，真健康，真健康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会几了有数字人吼？哇，困得真好诶！啊，若有欠你欠点的所在，我哪会甲阮讲呢？阮再改进哦。对啦，你这就好困呢。民宿甲做个5星级的，无简单啦吼。哎，你唔敢听？歹势啦吼。啊，敢会当请教你是来2度米的吼？感情真好啊！老翁老母。真嘞，是讲
讲遮咧讲啦吼，最近都有影吼，这生理有较好啦吼，订房间的人客嘛足侪，我想请教讲吼，恁敢有要继续住哈？若无我房间才会当互其他的人去登记啊吼。继续住啦，咱继续住，环境真好，对无？环境是真好啦，啊，毋过我下头约一个人要签约，这公司我无当处理吼，较歹势啊，领纸啦，领纸。好啦，无工课较重要啦。对啦，迄查甫人重视就应该啦。歹势啦。领纸过来，领纸过来。你个姐生理真好吼，袂歹啦。客满咯。你姐，喂，阿舅无伫咧，所以有一个问题要来甲你请教。因为吼最近都开放的自由行嘛，都有迄大陆的人客问讲，小姐，我请问你哦，伊讲咱的迄公车的迄站牌啊，伊讲啥那写掠狗啦，抓虎啦，伊讲是恁台湾的狗足济吗？啊那毋是掠猫掠狗，啥那是掠狗，我都袂晓解说啦。对啦，迄较早的时代，尤其是清朝时代吼，迄清朝的人来咱遮吼，看哎哟，咱这台湾咱这狗遮尔多安尼啦吼，拢会去共算断人的农作物啊，人的水果啊，安尼，吼，就官员就叫百姓讲吼，去甲狗掠来，吼，对个尾了咱甲剁断，哎哟，真正无？我煞免，即摆剁断了再甲放倒转去，放倒转去了后呢，一寡高丁讲是安怎阮拢有买，敢若你无买，一定是你做歹代志。拢甲欺负看袂起安尼，尾手啊吼，我想讲对啊，咱人嘛拢会做毋对代志啊，做歹代志啊吼，尤其是一寡查甫人作奸犯科的时阵，搁知迄拢有辫子嘛，一条条，我都那个吊起来咧，吊狗，对，但是我嘛捌听一寡老一辈咧讲啦吼，讲这狗公哦，足毋是款，只要若是狗某吼，伊就好啦，吼，所以安尼哦。实在是吼，做狗真好，做狗真好，你都真久咧，迄狗吼，即摆若安尼，互人掠着了啊吼，就拢，迄落尾啊嘛是感觉较独断啊安尼吼，就搁讲吼，而且这狗安尼毋好，一定爱甲掠起，所以叫掠狗安尼啦，是安尼啦，真啦，你啊，你若是甲我去做狗吼，我就甲你安尼推起。无啦，即摆拢看，野生动物啊，有咧讲袂使乱剁，爱注意。小可还是卖啦。对啦。哎呦，小姐，张王姐吼，敢有房间啊？有啦。小姐哦，来，生理真好。这生理袂歹。袂歹。啊是安怎？你敢有想熟悉哟？无啦。看来看去。啊是礼貌嘛，礼貌。礼貌。无啦，这风景袂歹，咱外口空气较好，咱来行踅踅啦，这袂歹吼。遐有一个湖啦，嘿啊，你去遐行看看咧。好啦，风景真好嘿。看一下风景咧。唔是啊，你就小姐，你好啊，来，快起来先。好，你去佗，我找你房间，在哪里该坐？好。哎呀，李姐这生理真好。啥啊？甲你讲过啊，我下头转就找你约会啊，才紧张啊！叫我莫看，可是要安怎好啦？哦，拜托。人做伤人哦。做伤人，唔使等赶紧下头要转去。唔对啊，你即摆走过来，恁某咧？困中头。哦。咱两个慢来困在中头。别走！来哦！讨厌你哦，小姐。迄落吼，我今仔日来甲你变房间的时阵吼，落去到楼骹，我才想迄落，会记啦，会记甲你关心的。不，讨厌你哦，唔免啦，我身躯洗好啊。对。哎呀，我家己去面面好啊。好啦，无恁若阁有亏欠啥吼，电话落来，我再甲你送。好。无啦，迄落吼，我嘛敢若有发现吼，迄落月经的纱文嘛敢若无啊，我看有无？纱不，讨厌你啊！你若我洗身躯无咧用纱文的啦。唔是啦，我是讲我家己拢会炸纱文啦，唔免纱文啦。多谢。无啦，我感觉迄落敢若
水啦。啊，无啦，哇，好会啊！我无咧用马桶啦，我无要便所，好，我无要便所，我了你，感谢。阿咪，哦，我无聊的呢。哎呀，一直走入来，一直找代志嘛，要创啥呢？买了威士忌。叮咚啊！开门！来哦！哎，小姐，交给你啦。我伫一直想啊，下表真正有咧滴水啦，我看有较详细咧吼。哦好，做你看。啊无咧，啊，哪势？啊，就是吼，迄个我吼目睭看火去啦，吼啊。小姐，啊你才几岁囡仔吼，啊迄骹吼都无咧保养，变化会较歹呢。哎呦，这样呢吼，迄查甫人来看到吼，哪有可能介意啦，对无？无啦，这什么较平淡，袂记你除毛。对，我才要讲俩，你著要讲哦。迄查某囡仔人迄骹毛安尼遐尼长着吼，奇怪，啊我咧搓骹毛，啊你睇拢袂爱哈？哎，嘿？无啦，平常时我就是安尼搓吼，安尼搓，搓到关死去，好袂食啦。啥个好啦？身体外肤受之父母，啊你安尼家己安尼你虐待家己安尼唔好啦，对唔对？我念一个我嘛袂爱，足奇怪。怪时啊啦。啊，小姐，啊无摆甲你叫菜啦，好，你了顺啦。好，不惊。好啦，小姐，我什么现在要想？我一直感觉倒位啊，敢若无做着。拢好。我今仔日吼袂记换床单，啊因为吼，人客走了后，若无换床单吼，我感觉安尼我对我人客吼会足失礼。无紧啦，唔免换啦。哎啦，无安尼无卫生啦。你来吃啊？嘿，少年嘞，啊你若家己房间唔去吼？啊无啦，啊恁这号码吼，嘿，拢相像，啊拢念唔着经的啦，嘿。啊，毋过较歹势呢。没啊，惯是得啊咧，惯是得啊啦。可能是电铃咧。啊，少年嘞，我敢保证，这绝对找你，你开门。有我。嘿啊。对啊。喂，歹势啊，我太不怕啦，啊，这个弄唔着紧啦，啊，歹势。大家嘛讲我后摆唔敢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要跟恁讲的就是8月初9集邮节。集邮节啊！这集邮节咧无简单呢。真侪人咧集迄邮票。对，即摆邮票讲一套哦，几啊百万呢。哎呦，比厝较贵哦。系啊。做遐细张尔呢？迄拢已经绝版啦。所以才遐贵。所以人咧讲哦，一季2温3本书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一季就是讲哦，上主要你有迄个材料，你爱互推荐。爱人推荐。推荐哦，这间好公司啦，这个董事长讲啊，伊个真够做事啦，你麻烦你甲用一下，甲采纳一下。介绍一下。嘿，啊，第二项就是讲你好运歹运。爱运气。对啊，你若好运着时钟，歹运就着起头啊。啊，若第三是讲哦，靠你的本事。你靠本事就讲你的本领嘛，你家己有这迄个才华无？你若有迄个才华，有迄个本领，有迄个本事，机会若来，你掌握会掉。啊，若无迄个本事。机会来到，就为遮选举，所以讲吼，一季里有三本书。照道理一句话呢。你有当时你嘛是人推荐，啊嘛是有那爱机会，好爱运气，过来就是爱你本事。对。啊，哥哥，你讲今日集邮节吼，你敢知邮票啥发明的？英国人啊。哦，你也知哦。那真厉害啦。这
发生伫160年前。哦，因人160年前，就甲咱这当阵的宅急便拢共款。迄个方法拢共款，你都批就到恁厝，就开始讲蹦动。这张批为倒遐行来，开始纳钱，货到收钱。啊，算迄个邮便书领钱的就对啦，个人送个人领。啊，咱即摆才用了，咱超10年前才用啊，所以咱输人添点，人100年啊咧。重点是迄个邮票是安怎来？你敢知？糖糖，我跟你讲，这哦，咱讲这算为一个阿兵哥遐发生。哦，阿兵哥，一个阿兵哥伊知影爱蹦动中爱算钱，伊偌巧咧呢，伊若寄批等伊吼，伊拢吼批卡头顶吼，若有代志无代志，拢会写圆箍啊，还是拍车啊。伊若为一个圆箍啊，表示讲吼无啥物代志，平安无代志。你迄个莫收啊，无你甲欠大家纳钱啊咧。啊，伊若拍一个车啊，表示有代志吼，你就听甲收起再纳钱。对啦，所以呢，有一个这个新书呢，就利用这个问题讲啊，安尼袂用诶，安尼邮便书拢无钱通领啊，对不对？叫会倒呢？对，就爱发明邮票，啊，你要寄批，安尼邮票先买先打，来付钱咯。这就是邮票的由来啦。这个我也听讲做邮便局的局长呀。对，做员工的，好啦，今仔日呢，安尼时间30分钟，咻一个又搁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今日天天又开始，你要奉劝大家做任何代志，若要成功，上好就是爱啊，以靠本事。我来献唱一条歌，麻烦你将我出暂时往事吃。虽然不是真的，嘛不是500，想要祝你生日 Happy Life。需要恁的布拉声，有恁的祝福才会有好心情。我心甘配一嘴来啉好干，今仔日你上大。我来献唱一条歌，祝福你万事如意一如花。恭喜恭喜，你若无了烦恼想袂停，我来唱歌互恁笑哈哈，恁若有较好。我来献唱一条歌。